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 PowerTrader。今日同大家介紹嘅係如何利用我哋嘅 CCI 指標同 RSI 指標嚟到判斷相對底部形成咁樣嘅狀態。喺呢個過程中，我哋觀察到今日嘅指數咧走得非常之差，指數咧已經由25,800點一路跌落嚟，最高峰嘅時候咧，其實我哋都見到26,000啦。咁之後咧就由26,000跌穿25,800到25,500，甚至喺今日裏面咧直接跳空低開，一路下殺到最低點24,200點。咁呢個狀態咧真係非常之差。指數嘅運行咧，其實咧喺依家已經進入咗一個熊市咁嘅狀態。但係大家可能會問啊，今日出咗一支大陽燭啊，呢支大陽燭會唔會成為一種反轉 K 線或者判斷呢個位置係底部？我哋可唔可以抄底咧？點樣去計較呢個位置可唔可以抄底？其實唔單止係睇翻呢支圖表裡面，係咪因為出咗一支大陽燭，我哋就判斷呢個位置係底部啦？未夠。呢啲大陽燭我哋可以睇到啦，佢確實有一定嘅反包嘅跡象，比如話呢支陽燭咧就升穿咗，咁啊呢個位置咧就相對比之前嘅呢啲陰燭咧，佢有一個反包嘅效應。我哋都可以認為咧，佢有一定嘅反彈嘅動能嘅出現，但係未夠。我哋都需要用一啲工具嚟到判斷呢個位置係咪底部。呢啲工具咧可以借用一啲指標嘅嗰個反彈效應，比如話我哋可以利用我哋呢個 PowerTrader 裏面嘅 CCI 指標啦。輸入 CCI 係一個順勢指標，順勢指標係咩咧？係趨勢，如果佢趨勢一路都向下嘅話，即係藍色呢條線一路都向下，突然之間咧出現咗 V 型反轉，由向下跌穿-100到反彈升穿-100，佢本質嚟講就係一種反彈嘅定義啊。同埋咧，我哋都可以利用下一個指標叫做 RSI 指標，RSI 係相對強嘅指標，佢話俾我哋知佢呢個位置嘅呢個動能如何，佢嘅一個下行嘅一個趨勢。比如話呢個位置下行嘅呢個動能裡面係比較強嘅，咁一路都係以一個向下跌為主。RSI 咧個 R 線咧一直跌穿由70跌到50到30，但係喺今日裡面突然之間翹頭向上升到30呢個位置，咁可見佢嘅呢個動能咧已經由長期線強勢下跌咧到減弱咗。所以呢個工具咧，呢兩個指標咧都可以幫助到我哋判斷相對底部嘅位置。好，今日嘅學習咧嚟到呢度，多謝大家。記得訂閱加點讚，即可用專屬鏈接享受額外的迎新優享。